行转爱照。托扑克原本嘅路嘅来到一只细细嘅外庄人，佢嘅身体比树头高，生来4粒木柱，长脚一步牵过牛栏河，慢慢过得慢热呀。等佢过家来到中头路嘅，之下10点嘅温书店，牛下工厂搭茶厂，见到路幅嘅便利沙，佢攞呢条路嘅变成一条木壁50万。关西中二老街曾经非常繁荣过，那旧地名叫做石店子。那从客家话来讲就是沙店。那我们想说，用一个二手书店让它再度活化，恢复到以前的那个繁荣样貌。石店子69有机书店是卢文君在牛栏河微文创行动中最具代表性的老宅改造成功案例。2014年，来自台中的卢文君看上了这栋被遗忘的客家老屋。砖红及古朴的风格吸引他决定承租下来，并花了3个月时间进行改造，让原本不起眼的老房子摇身一变，成为关西中正路老街上第一家进驻的文创小店，也带起了老街重生的生命力。这个老街曾经是非常繁荣，那当然随着这个茶叶的没落，整个后续就变成说，有点人口就往外移了那。当然，老房子就会就是闲置在那里，就没有人用。整排都是那个红砖，或是那个拱门整排都是。你可以想象那时候的感觉是很漂亮。之后到现在来就是没落之后，好像大家也不太重视这种老房子。那我想说，开书店的话，是不是让它可以再活过来的机会这样子？走进老屋书店，让人感觉时光暂停，留在清末明初的时光感中，但又有着新文化的洗礼。在这里不难看见卢文君试图营造呈现的时光轨迹。这个墙面是一个很好的背景，就好像你如果是水泥墙，我觉得这个画还没有那么突出来的那种特色，反而是有这种老屋的墙面，它配合这个画，我觉得那个味道就更棒。光从建筑材料演变就能看出这栋100年老屋的历史价值。卢文君细说着老屋的故事，每一砖每一瓦都有它的功能，也都有它的故事，值得细细品味。泥巴有一个最大问题，要怕水那这老房子偏偏有很多漏水，所以你看这里曾经有漏水过，所以这个就被腐蚀掉。然后后来这里摊掉之后可能比较有钱了，所以就有砖。更现代一点这个就有水泥这可能有个洞，不好看或是怎么样就是有一个水泥，所以在这个里面就会有3种建材。你会发现这个历史演进的过程就是这样。不仅泥土墙富有历史意涵，改建时卢文君刻意保留的木造屋顶，也能看出这栋老屋的生命历程。你这一根可以看出来为什么会新的，因为这里可能垮掉。那垮掉原因有很多个，也许是白雨或是什么漏水，然后木头烂掉，就是因为这个关系，你可以看到这个老房子的演变的过程因为我一直觉得说，这个老房子的这个历史或记忆应该要被看见，而不是只是全新的一面墙或是一个屋顶这样。我觉得那个就没有老房子那种味道。看着老屋裸露的墙面、木造屋顶，当初改建时，卢文君曾一度挣扎，想要将老屋重新拉皮。只是当他抚摸着斑驳的墙壁，感受到岁月留下的痕迹，承载了旧时光的记忆时，他灵光一闪，决定要保留原味，让老屋能够成为连接新旧时代的历史桥梁。那时候就常常做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坐着，就会看，比如说风会从哪边来，然后阳光会从哪边进来，然后或者说你会感受到什么声音，或是什么样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才发现说，其实老房子应该就是老房子，其实真的不需要去动太多东西。后来就把那个建筑师的东西全部把它放弃掉，就是保留它最原来。所以后来做一个决定，就是说墙面、屋顶跟地板通通不动。
老街上的文创小店取名为10店子69有机书店是有意涵的。卢文君强调，有机是大自然循环的内涵，而书店则以分享为诉求。他希望让这里逐渐变成关西老街上的社区营造中心点。我觉得有机这件事很有内涵，或是它很有味道哦。但是大家讲有机都讲什么蔬菜啊，或是一些农特产品哦。那我那时候想说，我如果要开个书店，我把它用有机书店，应该会很酷吧？一开始设定就是一种分享好书的想法，哦，然后慢慢的，做了之后，前半年或是前1年吧，就是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好像大家都觉得不错，然后更重要的就是它就也像一个社区活动中心的概念。改造69有机书店的卢文君，其实不是客家人，也不是关西在地人。他原本任职台中一家顾问公司，因为一次负责关西文创街区的计划改造案，而来到了关西进行深入的田野访查。在对小镇的研究过程中，他了解到，要让小地方拥有自己的特色，必须要有完整的规划外，还要投入长时间的经营。于是2013年，他决定移居关西，展开为期10年的牛兰河微文创行动。为什么这边叫有机书店？因为我们这里是用交换书的方式，所以你看到像架子上这些书，你都可以用交换方式带回去这样子。而有机书店的初步构想是透过交换，串起人与人之间的长期交流，所以在69有机书店里不卖书，只做交换2手书。我要这边生根或是蹲点，一定要有个据点嘛。后来我们就做了书店那因为一开始就不是以赚钱或是买卖书的概念，所以变成我们用书去交换书这件事情，它其实有一个很深的含义，就是在建立人跟人的关系。对这些人来讲，他会常常回来就是换个一点，但是我觉得他会不断跟这个书店发生关系，甚至他来这里会遇到不同的人。老街上的小书店经常不定期地举办艺文表演活动，透过网络分享，吸引不少游客造访后，社区居民也开始好奇地会来到书店逛逛。6年来深耕经营，卢文君更赋予书店另一项功能，他串联关西小镇上其他产业店家，希望这里能够成为活化社区的新起点。我那个slogan叫做认识一个小镇，从有机书店开始。人家来书店之后，总不会说逛完书店就回家就离开，总会去希望逛一逛。那你会推荐他去哪里？但你就会想说，是不是有第2个点、第3个点、第4个点可以逛，而且是真的有故事的，而且很精彩的东西，你才好意思推荐。所以你就慢慢想说，变成一个点，然后线，然后串成一个面。所以人家来这里一开始可能一先来书店，可是后来他去茶厂啊，去什么餐厅吃饭，或者去哪里走一走，发现这个小镇好丰富哦。他最近现在订单怎么样？最近还不错，所以现在订单应该算接得不错了。接得不错，还有多推广我们的甜米糕。中秋节真的很好吃的一个算点心所以这个应该慢慢会越来越多人喜欢这样子。对，现在很多。卢文君为让来到书店的游客能够更深入地认识关西小镇还有客家文化，他不断尝试与社区邻里合作，用在地美食留住旅人的脚步。小书店内提供小镇特有的红豆糕、当地茶厂烘焙的冷泡茶，还有100年冰厂制作的冰棒等，来到关西才吃得到的在地小吃。其中这个红豆糕不但是卢文君最爱的客家特色美食，他也推荐到访游客必吃。邻居张宝丹就是制作红豆糕的高手。因为工业的发达，让很多人在外面打拼的时候，已经忘记了以前妈妈所做的一个手工的一些米食。然后卢先生大家聊天在讲，他也很建议我们把客家米食来传承。张宝丹制作的红豆糕坚持纯手工，他更讲求真材实料，采用的是台湾产的万丹红豆，
手炒黑糖，就连使用的米也是亲自磨制。这些都是从妈妈那儿传承下来的传统客家米食制作方式，不嫌麻烦的手工制作，为的是让更多游客有机会吃到最原汁原味的客家美食。坚持我们是用米去泡，我们是要以前妈妈和奶奶他们做的手法的那个的功法去做。我们是纯米去泡的，那个口感不需要加那一些东西，都是它很的 Q 度啊，他们吃起来的口感就是跟以前的一样。甜美的传统客家米食要怎么让年轻人重新爱上呢？卢文君以客家童话的包装设计，提升红豆糕的文青感后，他将红豆糕放在书店里贩售。吴先，这个是刚做的红豆年糕，来给您试看看。在温暖的灯光下，一块红豆糕，一杯冷泡茶，小书店特有的午茶点心，锁定年轻消费族群。乡下人、客家人以前他们的传统来讲，他们都是要东西是要多，分量要大。可是现在年轻人他不是，他要精致要小。所以也透过了卢先生他的包装，他让年轻人都会接受这一个红豆糕，然后他们也知道，就是说，哎，这个跟外面也比较不同。以有机书店为平台，进行老街改造活化。6年来，卢文君横向串联了红豆糕等在地美食，让远道而来的观光客透过书店平台，更能够认识关西小镇。客家庄里面，他们的米食文化是保留比较完整。社区妈妈基本上都很厉害，超厉害，什么都会做。他们比较没有所谓的产业的概念。那我看到了这样的东西，我觉得，他们有这样的能量，甚至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其实可以让他再往前跨进一步。所以才走到所谓的这个产业这件事情的。你把这些茶艺的部分，有点像是在包装吧，或是在经过一些创意的结合，变成一种。可以变成一种商品或者是一种服务方式。关西中正路老街的改变，从一间书店开始，带动了周边的社区产业，保留了客家美味，也变得更有文青风。鹭江教育基金会执行长陈玉婵长期观察关西及客家文化，他看到中正路老街慢慢走向文创的转变，社区商家活络了，也带来了人潮。只不过他期许这条老街能够拥有自己的特色，避免被老街化的命运。台湾老街的发展，有时候难免会陷入一种像穿制服一样。既然老街承载着过去的历史跟记忆，还有文化，那当我们要发展老街的时候，当然应该把过去的一些文化应该再把它捡回来。那这样子呢，跟在地、跟文化、跟历史。才不会脱钩哈，那也能够营造这个自己老街的特色。关西中正路老街号称是全台湾最短的中正路老街，幅宽大约2米多，也许不是保留最完整，却因为紧扣文创与文化的元素，让关西老街绽放出独有的韵味。也许在这边你不能够买到什么三峡或是湖口老街的那些吃的玩的东西，但是呢，逛这个关西老街的时候，记得哈，一定要放慢脚步，然后到店里呢，跟我们每一个老街的这个非常有创意或是很有个性的这个店主呢，一定要跟他们好好的聊聊天哈，然后去挖掘他们店里的特色，也去听听这个主人他们精彩的故事。一个异乡人选择移居关西，展开第2段人生。卢文君和中正路老街上陆续进驻的文创店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因为喜爱小镇慢活步调而选择留下。他们分别用自己的方式诉说这条老街的人生故事。我们为什么这些10几个人都要留下来？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这里这10几个人大概有一半是外地人，一半是本地人。
那我们外地人来，我们为什么不想走？就是因为你真的喜欢这里，才会留下来。李国修讲一句，他说：“人生一辈子，只要把一件事做好就好。如果这个小镇是因为我而来而改变了，或者是创造出什么东西，我就是把这件事做好就好。”卢文君因为喜爱关西遗留的原始风貌而留下，每天在地方漫游生活后，他看到许多有特色的传统文化正面临被舍弃的命运。于是他透过一次一次帮特色美食重新包装，或是替小镇店家进行改造，让关西小镇之美重现世人面前。行進藝狀。托朴學原本嘅路嘅來到一隻細細嘅外莊人，佢嘅身體比樹頭高，生來4粒木柱，長腳一步cam過牛欄河，慢慢過得慢熱呀。等佢過家來到總頭路嘅，之下10點嘅溫書店，牛下工廠搭茶廠。見到路幅嘅便利沙，佢攞呢條路嘅變成一條木壁50彎。我从香港来的，我是香港人。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台湾，其实本身想要住市区，但是知道这边有一个很老街，然后想要住一下，然后很古色古香，然后很喜欢这里的环境，像香港的一些比较老的地方。香港旅客严小姐来到新竹旅游，特地在网络上预定了关西中正路老街上的67老街客栈入住。这间老街客栈是关西镇上这几年很夯、很受年轻朋友喜欢的特色背包客栈。因为保有100年客家建筑特色，许多国外游客透过网络搜寻，特地慕名前来投宿。对，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古老的东西，然后复古的东西，然后来到这边看到是100年的建筑，然后很喜欢，然后我喜欢住那些古厝的东西，然后这里刚好就是我的味道。那我们开了69有机书店之后，我们希望让客人有更多停留的时间，所以想说住宿是一个还不错的方式，然后就把隔壁这个租下来，那我们就做成67老街客栈。那这里比较特别是它的阁楼也比较长，可以住6到8个人，所以有让一些小亲子啊，或是这种家族啊、好朋友都可以来这边住这样子。67老街客栈保留了100年老宅的挑高建筑风格，呈现了早年客家人家族群居、人口众多的空间规划特色。1楼开设店面，可以做生意；挑高的阁楼则是一家人睡觉的地方。不管人口或是要做的事情很多，所以就搭一个这种阁楼，就是客家人早期生活比较困苦，所以就是充分利用嘛，就是上面有一节空间没有用到就很可惜，所以就搭了一个小阁楼，然后可以睡觉，甚至可以放一些杂物什么的。67老街客栈原本是关西郑家老宅，改造人就是隔壁邻居69有机书店的卢文君。为了营造复古氛围，整体以50年代风格呈现，保留全木造装潢，相当古朴。木质横拉门、10字窗花透进微微的阳光，旧木头楼梯仍然坚固耐用。这里虽然没有饭店的豪华与舒适，却能够带给旅人不一样的住宿体验，仿佛时光倒流，回到台湾早期客家人生活的空间。这么小的空间又要住又要做生意，然后住的人又很多，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说，没有资源创意才会跑出来，所以想做阁楼就是这样跑出来。你走楼梯，你就会可以感受到以前是很辛苦的，所以就感受那个客家庄的那种小镇的氛围这样。
为了有别于现代化民宿风格，背包客栈刻意营造的复古风貌，开幕至今吸引了不少国外旅客住宿，体验小镇的怀旧风情。国外背包客为什么这么多？就是台湾人可能觉得还好，就老房子嘛。可是国外对他讲，他们很少看到这种老房子，所以他们对他讲是很新鲜或者很新奇，所以他想要这边再住一个晚上体验一下，所以就吸引很多国外背包客人。那目前就21个国家，大家觉得很神奇，为什么这么多国家？那像最远从那个瑞典，然后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几乎欧美的国家都来过了。从有机书店到背包客栈，卢文君心中有一幅关西小镇的改造蓝图。他希望能够拉长旅客停留在小镇的时间，放慢脚步，拿起相机，深入的、细细的品味关西每一个具有不同韵味的角落。你好，我觉得这个小镇其实很漂亮，就是你若只来书店就有点可惜。我们希望你在这边停留时间长一点，那你就用一个住一个晚上的概念，就是本来是1天变2天。我喜欢关西是因为这里很有人情味，像你这样走在街上，就会很多邻居啊什么跟你打招呼啊 ，say hello 那我觉得这在都市里面比较没有这种味道或者没有这种感觉。我自己的专业是辅导顾问嘛，你就会想说，其实很多的点它其实是很好的。就像我们今天有去餐厅、去茶厂或是这种社区妈妈，它本身就很有那种元素或是它的那种很特色的。可是重点是它没有人帮它行销，或是说被更多人知道。所以那时候大概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试着去找一些资源来，就是说，比如说包括空间改造、品牌形象啊，或是整个的，就是好像让它有点翻新的感觉。在关西镇具有80年历史的老茶厂，就是卢文君第一个进行改造的对象。我觉得有时候是被感动的，就是因为那时候罗大哥算是很真诚吧。那你看那个，他现在已经快80岁了，你就一个老人家，然后还在那边为了这个家族事业在努力打拼，他真的很辛苦，他几乎没有休息365天，他每天都来开门你觉得这么认真的人，然后但是你会发现他的产业或是他的现况是一直往下走的，所以你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我是不是可以用一些专业或是自己的一些能力去帮助他们？因为被老茶厂老板罗吉全对于制茶的坚持与用心经营给感动，卢文君不舍茶厂因为产业没落而关门，他决定把改造老茶厂当成他关西改造的处女作。你这门本来是在外面，这个门你就觉得好像我们都进来一个感觉，好像是一个电影的布幕的感觉，就是把这个门拉开，好像进到一个时空里面去看到这个老茶厂的过往的故事。我们是来导览的时候都会把这个灯打开，这个灯可以看得出来是什么吗？它其实就是茶楼。这个茶楼我们想说，如果可以把它变成一种特色然后再加点灯的变化，所以就会很有味道。从茶厂销售门市商品的摆设，到老茶厂导览动线与视听室的规划，甚至小到灯罩的设计、茶席空间、茶厂旧文物的摆设，卢文君延续他的改造风格，就地运用老茶厂独有的元素，原本落寞的老茶厂摇身一变成了观光茶厂。你要让他进到这个场域里面来，要被感动，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说直白一点，就是把他洗脑，就是你把老茶厂的这个故事或这样的文化要传递出来，让大家脑袋有接收到这个讯息，包括空间啊，或是伴手礼，甚至有一些体验的就是几个面向都帮他们去做设计，或是在改造之后，然后之后变成说，有一些小旅行，或是有一些团体来之后说，你们老茶厂不一样，先介绍认识一下初步这个茶厂的一些故事，然后带大家走一圈，大概差不多20分钟。新竹关西制茶超过100年，因为这里的气候和丘陵地形相当适合茶叶种植，在日治时代达到巅峰。1970年代，随着农业转型工业、高尔夫球场、矿产开发，茶园面积
逐渐萎缩，制茶产业也跟着萧条。关西镇上的茶厂一家一家的关闭，唯独罗家的老茶厂苦撑到了第4代，经历了茶厂惨淡经营的年代，在卢文君巧思改造下获得重生。透过卢经理跟团队的努力，终于打造完成，参访团体就越来越多了，这样子，所以在营收方面就有改善。本来我们下游的茶饮料店，他们不一定很清楚，透过这个报道 FB 的上传，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好的茶工厂，他们都不断的跟我们接触，到目前已经好几家，我们都有大量的批货给他。成功再造老茶厂后，让卢文君对老街的改造信心大增。他再次挑战新的产业改造任务。这家在关西老街上经营60年老餐厅成了他的目标。怎么也没想到，当初会选上这间餐厅，是因为这里的招牌美食吉叶椒盐粉肠。吉叶粉肠，我觉得这道菜很用心，是说他把那个吉叶就是荆棘的叶子拿去炸，这件事情很少人做。餐要一定好吃，这基本，然后空间是很舒服的，就是很温馨，然后再来就是服务态度一定要好，然后价格大概也算是可以接受范围内。这个几个元素累积起来，客人就会不断的回流。只是餐厅的食物美味，但是用餐环境却太过老派。于是卢文君决定说服老板娘母女，要替老餐厅进行改造，提升用餐品质。这家关西镇上近60年的客家饭馆，已经传承到第3代古瑞琴手上。几年前，餐厅因为第2代老板古瑞琴的父亲车祸过世，曾面临熄灯的命运。后来，原本从事行政工作女儿古瑞琴毅然决然辞职，返回老家，接下经营餐厅的重担，不让客家美味失传，更为了重新打造幸福感的用餐氛围，他决定与卢文君合作。我们需要营造一个吃得幸福又觉得回到家的感觉那种的气氛，然后他就从这边来发想。那我们希望说这是一个很地位性的一个客家菜，我们的色调呢就不要太冷啊，或者是太活跃，很中肯的来推这个客家菜。卢文君先听了古瑞琴坚守父亲所留下的餐厅的感人故事后，他以行销手法包装成传承美味的父女情，以大幅故事行销的文宣装置在餐厅主墙上，并制作门口看板，还把餐厅内部的墙面改为暖色系的铜花壁纸，重新设计菜单等等，提升整体的用餐品质。如今让老餐厅有了全新的风貌。这个是铜花系列所以感觉就跟客家又有一些吻合，然后又这种色系比较土黄色，又比较温暖。然后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天花板天花板就是也是配合这整个的色系所以整个就是温馨温暖的感觉。放下这个工作，而且回来接这个事业，其实我觉得那个要很大的一个决定或是一个挑战。那个传承的意味是，我觉得是会感动的。一般人可能想说就收掉就好了嘛，反正就没有能力，没有办法做，那就是收掉而已。可是他们愿意把它守下来，而不是选择把它收掉。人家说客家怎么样，就是那种应景吧，就是说一件事情坚持不放弃的那种精神。客家媳妇的陈玉婵嫁到了关西30多年，6年来，她看见了文创书店进驻关西，看到了背包客栈带来各国的旅人，也看到了老茶厂的活化，还有老餐厅有了新的故事。关西小镇真的动了起来。只不过他认为，未来还需要更多年轻人回流，为关西挹注一股新世代的力量。希望关西的这个产业可以更加的蓬勃发展，让更多年轻的朋友，不管是不是关西人，都非常欢迎年轻人能够认同这块土地，
爱上这个地方，然后回到关西，一起让我们这一块这个自己的家乡哈，更加的有更美好的未来。老房子不一定要拆，老饭店不一定要关，老茶厂不一定要熄灯，只要加入新思维、创意改造，像是卢文君的牛兰河微文创行动，就正在一步一步的朝向地方产业复苏迈进。我常自己定一个slogan叫以旧创新，旧东西它有很好的一个元素在，那它缺的只是一个创新的这种方式而已。这里很多老元素，老茶厂、老餐厅，那怎么让它变成一个活化起来？这就要去设计。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个行动一定是跟产业，一定要发展到产业这件事情。看着地方产业慢慢活化，这只是关西重新发展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未来在卢文君以及更多年轻世代投入，将有更多没落产业重生，带领关西迎向新飞跃。